啊，解释什么？对观众要有个交代啊。10几年了，我们一直被人家写成这个荧幕情侣，是，对不对？嗯哼。你这样做的话呢，可能会让观众朋友呢觉得不是很满意啊。观众也不太满意我们2个啊，要不然你问问他们啊，我甲江辉有速配不？看到没有？比阿雾还大声。我要知道。对啦，哎，说对了。哎，但你讲这讲歹讲呢？要做一个新好青年啊，怎么可以给人家吐槽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，他的这个歌曲呢，其实已经不能用好听或者是悦耳来形容。哦，应该怎么形容？听他的歌呢，这个简直就是一种享受，有如天籁之音。哎呀，在我们闽南语歌坛呢，他可以说是近50年来啊，可以说是最受大家瞩目的一位女歌手。我们欢迎江蕙小姐，来，掌声鼓励江蕙。谢谢。来，晚安。见面几落摆，当作无熟悉，你实在不应该。我爱你在心内，不敢讲出来，不敢予人知。想看卖，你想看卖，我对你怎样关怀？你的心意，我也不是完全无了解。小姐，请你予我爱。深深拢放这在心内。有你在身边，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有了你的爱，我的心就充满爱的世界。你认真一点啊！有你在身边，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有了你的爱，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世界。哎呀，谢谢。不是我讲他的呢，他们也没讲说是你要来的啊。真的吗？结果就像是一个这身高不满5尺的人，跑到你身边，在那边这样转。哎，别呢，来跳恰恰多好看，哎，卡声个多高硬。伊个卡卡短啊，主人伊卡称都足好海啊，你安尼都无意思啊。安怎啦？啊？安怎啦？你真是无爱我呀？啊？迄报纸定定咧看，讲你美国有一个朋友，你敢知影这几年，互我张飞活尔啊伤心，你知影无啊？哎，你拜托我有遐尼啊侪人，对不？我先访，唔是访问。已经10几年啊，哎，迄报纸定定拢甲咱2个的私生活拢压出来，拢讲咱2个人确实有斗阵一战嘛。这边有道理啊，你莫胡白讲哦。啊，你安尼先做敢唔好？嗯，对不对？美国的较袂好过咱台湾。哦。你别个讲落去，无你家一个我慢慢啊徛他们家讲。我唱啊，你莫互我先甲人安尼打一下招呼，安尼家己一下细细的。哦，先跟大家打招呼一下。哎哎，各位长官，还有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刚刚还没有解释啊。啊，解释什么？对观众要有个交代啊。10几年了，我们一直被人家写成这个荧幕情侣，是，对不对？嗯哼。你这样做的话呢，可能会让观众朋友呢觉得不是很满意啊。观众也不太满意我们2个啊，要不然你问问他们啊，我甲江辉有速配不？看到没有？比阿雾还大声。我要知道。对啦，哎，说对了。哎，但你讲这讲歹讲呢？要做一个新好青年啊，怎么可以给人家吐槽呢？这是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就像那你今晚是想要怎么讲？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既然出来了，我一定要跟你好好的多唱几首歌。还要再光是这样从小亮哥那边接过来，我是不甘愿的啊。还要再唱歌啊？刷中昂。
哎，不要啦，你真的要唱歌吗？当然了，你先选一首歌。这样子，因为每一次跟飞哥唱哦，这雪中哦，什么歌拢特别拢唱袂好势。那今日爱安尼较认真啊唱一段啊，嘿。小肉粽，小肉粽。唱一首《最爱的人》啊。最爱的人，我最喜欢这首歌曲。真的吗？人客人唔甘嫌破啊声，小歌励一下。谢谢。老师请了。亲像你这款无情的人，我心无要搁再思恋。心爱的人，绝对无别人，请你唔通予我搁再失恋。放下着你我情感，你是我最爱的人。哎呀，歌励一下我你个脑叫下来，种奇怪呢。啊，恁拍麻将，我伫边仔插回啊。我跟你讲，绝对袂使嫁互这个人。你看迄出头鬃，那生囝出来一看，敢若碰瓷的，你看没？我讲拉家咧无法度唱歌，你看。啊，我我碰瓷。甲你讲吼，迄毋是我爱讲的，那你小弟就叫我莫嫁你。啊，原来就是你迫害的。原来美国的迄人就是你。无啦，迄是另外佫有一个啦。还有一个我感觉找你问这个问题啦哈。我今天能够邀请到江蕙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晚会。没有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费玉清有些问题要问哦。是是是，哎，其实今天这个主题“新好青年之夜”，我们江蕙小姐也是年轻朋友的活生生的一个楷模。哎，那个早期您的一些这个经历啊，哎呀，真是屹立不摇啊，这个坚韧卓绝啊。真的小时候真的很苦哦。是是是。因为那小时候是在北投唱歌，那其实说真的，因为那个地方呢，也是有很大的诱惑。但是呢，我们自己呢始终把持的非常的好。然后我们没有被那个坏的环境所感染。信心非常坚定。对对。只朝兴趣发展。今天唱出这么一片天空啊，对，哎呀，这是值得敬佩。对对，这是对他对于工作以及朝他自己兴趣的发展，可以说非常的执着。那么小时候虽然家庭环境很苦，那还经过这个报章啊连载，苦情姐妹花。对。像我跟费玉清也是从这个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面啊，出淤泥而不染。哎，所以我对你非常的敬佩。不过说真的啊，我也非常敬佩这个飞哥。在我记得几年前呢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跟费玉清是很好的朋友，然后常常跟他在一起吃饭什么的，去他家玩。有一次呢，在费玉清家呢碰到飞哥，他突然间他很感慨的说：“好，你们给我记住，我今刚我你们比费玉清更加昂啦。”他就是凭着他这一份那种信心跟毅力，你看他今天真的是不愧我们这个主持界的大哥大，他真的非常值得鼓励，也非常值得学习的。谢谢。不错，这是新好中年。曾经也是好少年。哎，对，曾经我也是郝邵文呐，好少年呐，好少年呐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英雄不怕出身低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志在圣贤必圣贤。所以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呢，就必须要立定志向。要戒绝一切这个不良的习惯，不要交到坏朋友，受到不好的环境的影响，那才是这个新好青年。对，如果有碰到这个困境的这个青少年们呢，希望呢你们真的是不要自暴自弃，只要肯努力的话，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。哎呀，这一番话就是给这个年轻朋友很多的激励。是。